竟然我在 Threads 看到我嘅人鋪換，佢講佢聽到馬來西亞同人講，佢講舌碗毛舌細，愛放菜鞋龜，我就諗來諗去，做乜雞奇威撐成鞋龜咧？嗰陣我嘅人在問落去嘅，哦，原來係石龜，哦，原來嗰陣我嘅人同馬來西亞同人係講緬甸臉，係講呢一隻對話係用華南漢語。就不會有呢隻誤會啦。唔相信啦，石龜用緬甸臉造圖就是血龜，鞋龜用緬甸臉造圖就是血龜。呢兩隻詞彙在緬甸臉地區聽到後插圈嘅，或者同人哋講蘇卡筆嘅華南漢語係用邊講嘅啦。蘇卡筆在客家話就喊做鞋龜，廣府話就喊做鞋鬼。潮州話、南福建話就喊做圍堵，潮州話喊做外堵。refrigerator 在馬來西亞嘅華南漢語就不會喊做冰箱 ，refrigerator 在客家話就喊做雪櫃或者雪櫥，廣府話喊做雪櫃，潮州話、南福建話就喊做生毒。唔緊係是生毒，有啲人是叫冰毒。潮州話就喊做生都，我就鼓勵大家用華南漢語講話咯，就避免去眼到緬甸臉嘅同音詞。多謝大家收看我嘅影片。